恰恰好，浪漫在围绕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，不怕遇到坏人吗？你把魔方找回来了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那天我说的有点过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他是因为喜欢上我，才不敢回来。如果你真那么喜欢我，我们可以取消协议，真在一起试试。你回来了？回来好久了。哎，你要吃面吗？我给你煮一碗。我给你发微信，你看到了吗？什么微信啊？我手机放卧室了，没看见。哦。还有就是，我上次说话太重了，你生气离家出走，我可以理解。我什么时候离家出走了？那件事就不提了。不过另外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所以这阵子在我身边才这么辛苦。其实我可以。我什么时候喜欢你了？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每天偷看我？我看你是为了给同事通风报信。那扒虾呢？那是因为我以前干过扒虾师，有职业病而已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你呢？我们两个根本不可能嘛。不喜欢最好。密码是不是？不会是6个8吧？顾南正，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你把手机还我。不给。你把手机还我。不给。你给我还我。不给。还我。你还给我。给不给你？给你。心情刚刚好，给我。爱的讯号。看个恐怖片，没屏住呼吸，心跳在剧烈，故作顺着弯腰，谁会被谁击